而家我哋嚟到 Part 2㗎啦，我哋係紅磡啊，你見到㗎嘛？你當隻見到啦，喺我放得咁大。我哋扶手電梯往屯門或有58層，但我哋一齊數啊，好唔好啊？唔使問好唔好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26、27、28。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。都可能好，我哋到咗㗎啦，跟住就要停啦，爹哋要攞個 ticket 出嚟，要 off 咗嗰個。跟住我哋可能咧要停咗先得啊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唔好意思，我哋要停先。出咗去先啦，出咗去。但我哋出咗去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呢邊啊！我好傻啊！你就影埋呢度啦，我哋嘅目的地嘅今日。呢度就係我哋嘅目的地啦，你見到啫嘛？係咪？我哋呢邊好可能要搭的士去。你爹哋？好啦，暫時，拜拜。